学台语写台文当着时，咱换来看一个英语教师，伫咧8当前接触到母语团体了后，怎决心换来学台语，佮拍拼考过认证。即马毋但对英语教师变做一个台语教师，而且佮用台语来写小说等等的创作。提出厚厚一沓过去的笔记，内面记录满满的台语用词。12当前对台南过来新竹的蔡秋芬，原本是英文老师，8年前接触母语团体，开始对台语产生兴趣，决定专心学台语。即马已经是国小幼稚园的台语老师。台湾并无欠教英文的老师，你四界路顶行拢会当拄着。啊，毋过教台语的老师一个拢袂当减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阮伫群组内底也是看到足侪学校在种台语的老师，对，所以若是减一个，伊就感觉差足侪。在2020年开始，伊开始利用台语来创作，不论是写诗、小说以及文章，拢会晓。作品搁定定砍定台语文学的专拿。口语就是平常时可能爱加讲，啊写作就想讲，啊无我甲平常时，我本来就是写面册的文章嘛，我想讲我就甲面册。平常时用华文写的文章，全部改做用台文写。啊，因为你咧写物件的时阵，你若拄着袂晓的字源，就会去查。也是讲你为着你的用词要用到较好的时阵，你就会专工去找一寡词来写。所以就开始，对迄阵就开始用台文咧写作。蔡秋芬把利用采访的机会，特别帮台语台写一篇题文。细写年斗近活喜出版。公司有心台语团，写作音单是为啥？真正可气声心肝。贵人煞拍帮咱行，有志加持加礼棒。良言自温春花芳，心不保庇笑美梦。伊讲未来会继续用心创作，互更较侪人知影台语的水，互台语代代传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